無論你賣咩產品，零售系統都應該要幫到你手，而唔係適得其反，加重你負擔。Retail Arc 零售管理方案，你嘅一站式解決方案。無論你係細鋪定大集團，做門市定網店，一個後台輕鬆搞掂。線上線下無縫整合之餘，仲幫你管理埋唔同類型嘅產品銷售，簡化所有流程管理，由門市到網店，產品目錄、定價、折扣、推廣、採購、用戶管理，通通都可以輕鬆處理。無論係新產品上架，或者需要按銷售渠道、分店劃分定價，定係喺指定分店做推廣優惠，都可以喺同一個後台一次過搞掂。即使賣緊高價產品，或者營運大型店鋪 ，Retail Arc 都可以幫你全面掌握業務動態。系統支援 RFID 技術，結合 EPC 產品電子代碼，幫你實時追蹤每件貨品位置，隨時掌握最新庫存狀況。商品庫存清清楚楚，唔使再估下，效率自然提升。仲可以加配店鋪防盜功能，配合 EAS 系統，未俾錢嘅貨品一旦經過出口，就會自動觸發警報系統，全方位保護你嘅財物。Retail Arc 零售管理方案，幫你打造更聰明、更高效嘅零售管理體驗，令你感受真正嘅智慧零售。